Thermostat 面板上設有4個按鈕，左下角嘅按鈕用於啟動機器，右下角嘅按鈕係用嚟啟動鍋爐進行加熱，需要大約3至4分鐘加熱。當顯示屏顯示150度或以上時，蒸汽指示燈會變綠色，表示蒸汽已經準備好，可以使用。Thermostat 響運行期間會繼續加熱，多得雙腔系統設計，可以響唔需要停低嘅情況下持續加熱。右邊嘅信號燈閃緊嘅時候，表示水箱水位不足，水箱容量大約2升。當水位指示燈變紅色嘅時候，會發出聲音，加熱程序會自動停止。你可以響唔關機或者無需等待機器冷卻嘅情況下，加水到你嘅 Thermostat。方法係小心攞起黑色蓋，用提供嘅漏斗將水倒入機器內，只可以加入清水，千祈唔可以將水以外嘅液體倒入水箱。再次撳鍋爐開關掣，等水注入鍋爐裡面，同時會再次自行啟動加熱元件。顯示屏上面左右兩邊嘅箭嘴可以用嚟切換顯示嘅數值，響正常運作之下可以讀取到溫度、壓力同埋已使用嘅小時數量。